台中的街头，鲜有夏天还在营业的羊肉火锅店。冈山吕记，算得上是其中一个异类。30多年来，一直活跃在台中夏日的街头。其实夏天都认为羊肉是燥热的，加上它天气炎热，所以生意量有减少，很明显的。吕记的名号来自吕民如的父亲吕胜利。30多年前，已年近不惑的吕胜利乘台铁从高雄北上，无亲无故，孑然一身。能够平依的，只有来自家乡的羊肉手艺。羊肉的处理手法有些极端，一种连皮带骨，追求丰富的口感；而另外一种则需要挑筋去膜，片成细嫩的肉片。父亲去年因病去世，母亲陈瑞华极度悲伤，无心顾及店铺。我不想跟外界有什么接触，甚至很排斥说走到楼下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吕民如放心不下，辞去课外老师的工作，回到店里帮忙。冈山羊肉炉的特点是炖煮时会加入大量的中药材，汤色虽然清亮，却极富滋补功效。桂枝、陈皮、熟地等大量中药组成的药包，是每家羊肉店绝不肯示人的秘密。70年前，豆瓣酱由四川老兵带到高雄冈山，和冈山羊肉相遇的一刻，便不曾分开过。夜晚，暑热稍退，羊肉店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光。今天，父亲的老友到访，点了一道全酒麻油锅，这是吕胜利曾经的杰作。那是爸爸当初想出来的，能点得起来的就是全酒，代表说我们没有偷工减料。那点完以后，你会喝起来是甘甜的，因为酒精已经挥发了。羊肉炉最初是通过碗来呈现，而火锅的形式也有老友的一份功劳。那时候他刚好卖1碗35块，我说台中人有个师啊，就喜欢吃火锅，他才子做火锅。我心中想说，哎，也可以哦，因为他们冈山也没有人做冈山羊肉炉嘛，他就给他这个点子，我先生就做了嘛，有那个效果出来，对。只要经过这边，全部都是排满人，想要有个位置坐都超困难的，所以一定要非吃到不可。30多年的辛苦积劳成疾，最后的10几年里，吕胜利几乎无法行走，门口的电脑椅变成了他最常出现的地方。舍不得丢，也不想丢。虽然有点生病，行动不方便，但是他还是每天会坐在那监督我们的工作。如今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，但只要椅子在，吕民如就觉得无比踏实。下午5点到凌晨1点是店里的营业时间，也是父母30多年来的作息。如今，父亲离世，吕民如心疼母亲，站在羊肉炉前，让他理解了父母30多年来的相濡以沫。少年夫妻老来伴吧，老了变成伴，当然都很舍不得。我们子女只能陪伴他左右，帮忙他，鼓励他。气球做好送给一个人是一件让他快乐的事。
这是夫妻二人决定安度晚年的地方。但在丈夫去世的1年里，她第一次有勇气再次来到这里。我知道这个妻子要靠自己没有错了，但是我说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时间嘛。不觉间，30多年过去，曾经来吃羊肉的少年，已经新添了一个儿子。一顿吃2斤羊肉的壮年人，如今腿脚不便，只能依靠外卖解决。时光流淌之间，羊肉炉已经不只是夫妻2人谋生的工具，更是一群人岁月里共同的记忆。